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比炸，台语安尼写比炸，形容一个人的清茶整齐、有型、得体。台语讲比炸。若要去参加一寡正式的场合，或者是相亲、拜年、食喜宴，都爱穿好比炸才袂失礼。阮大姊真注重清茶，就参到菜市仔买菜，到银行办代志，嘛拢穿甲真比炸。这个少年兄最近的清茶愈来愈比炸，原来是咧谈恋爱。乡亲啊，咱食老嘛会当愈老愈水，愈清愈比炸哦。比炸的比，比抢黄，比裤骹。伊卡袂着，就比抢黄要甲人输赢。伊比裤骹落鱼温啊，甲阿公斗掠鱼。比炸的炸，炸钱，炸雨伞，炸便当。阿公选举要去投票，就爱三炸：炸囡仔、炸身份证、炸投票通知单。今仔日的台语字比炸，实在真趣味。